自2026年6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圣经包装的野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纪上卷》第8章第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纪上卷》第8章。迄时，所罗门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、逐支族的首领，以及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，要迎接上主的约柜，对锡安的大卫城运起来圣殿。以他念月就是7月，大了做的时，以色列人拢聚集伫所罗门王遐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遐的祭司就将约柜起来。祭司甲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、会幕以及布边内一切圣的器具扛入圣殿。所罗门王甲聚集伫伊遐的以色列全会众，伫约柜前献牛羊做祭物，祭物济甲袂算得。祭司将上主的约柜入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下伫指定的所在，天使基路伯十个下面。基路伯伫下约柜所在的顶面踢开因的室，遮砍约柜甲扛约柜的杠，杠真长，杠尾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，对外面就袂当看到。到今仔日杠还伫遐。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，以外拢无别项物。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所下。当祭司对圣所出来的时，有云充满上主的殿。因为安尼，祭司袂当徛伫服侍，上主的阳光充满上主的殿。迄时，所罗门讲：上主捌讲，伊要踮伫密云的所在。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殿，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以色列会众拢徛伫，所罗门王活过来甲因祝福。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呵乐。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卫应允的，拢亲手实现。上主有讲，对我带我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，我毋捌伫以色列众支族中间建一个城，为我的名起圣殿。毋过，我有选立大卫来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我的老爸大卫心内有意思，要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卫讲：你有意思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你这个心意真好。毋过你毋通起，你亲生的囝为我的名起圣殿。当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，我照上主的话起来刷接我的老爸大卫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搁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我嘛伫遐为约柜准备一个所在，柜内有上主的约，就是伊带咱的列祖出埃及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用圣经包装的野心。所罗门定义为上主建造圣殿，看起来袂输美好的宗教行为。其实，某一个程度是为着家己的政治野心，企图借着宏伟华丽的圣殿，正经四方，树立家己的威望。所罗门迎接约柜进入圣殿，毋干那是单纯的宗教信仰，搁较有深沉的政治动机，要向世间人显露伊的统治是名正言顺。
建造圣殿确实是宏伟的事工，会当凝聚民心，互众人有共同目标，而且建筑物通讲是一个看会见的明证，也是记录，通互后世敬仰和传颂。甲约柜放伫圣殿内面，是王室为着干涉宗教的手段，借着宗教控制人民，用灵性的语言宣称王室统治的正当性，将所有权力掌握伫家己手中，企图限制上主的作为。总是上主是袂当掌控的。爱知影，梁冀本身是王室的编年史，难免伫有用利剑美化家己的嫌疑。美国古约学者瓦特布鲁克曼伫伊的著作《重建强盛》内面讲到，教会真侪教导，互咱对所罗门有宽容、浪漫化的印象，认为伊是智慧君王甲圣殿建造者。不过经文自身其实已经说明这有关所罗门的概念，拢不过是政治宣传的门面话，企图掩饰伊有能力建立牢固、严厉可毫不妥协的垄断体制。若用这个角度，搁再回顾历史，会发现所罗门向人民重述历史的时，一再讲到伊为上主建造圣殿。其实，咱就做也有真侪人不断地讲古，讲到教会的历史，有一寡故事真水，真通激励人心。但是若一直停留伫某一寡片段，特别是往日的美好甲荣耀，尤其着眼伫知名人物的丰功伟业，也是展现伊权威的正当性，迄也只不过是变相消费过去的努力而定。经文叙述，互咱谨慎看待人的言行，察觉政治甲信仰之间的张力。历史是一面照镜，帮助咱学习辨别白菜，常用信仰包装野心。学习辨别当然毋是惊往怀疑主义，是明白毋是所有宣称群体基督的人拢有信仰光环。历史惊人的类似故事可能无共款，但是人性却不断重复。若会当开拓眼界，用无共款的角度诠释，就会发现答案毋是只有一种版本。历史展现出人类的愚行甲理想，圣人甲罗马可能只有一线之隔，但是有一寡人会晓包装家己，因为安尼，咱需要伫信仰的目镜来判断，因为人心目中的信仰典范，可能毋是真正的圣人。换句话讲，毋免去吹捧别人的成就，只爱专注伫上主的作为。默想，当有人过度美化，也是丑化教会历史，甲某一寡人物，我安怎以上主敏锐的眼光回应和诠释？安怎伫历史里挖掘上主的恩典？当有人过度美化是丑化教会历史，甲某一寡人的时，我安怎以上主敏锐的眼光回应甲诠释？安怎伫历史里挖掘上主的恩典？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求你帮助我审视家己的内心，渴望你荣耀的人真济，但是愿意背负起十字架的人真少；介意传讲上帝国人真济，
但是愿意分享基督言写的人真少。当我的心充满野心甲欲望的时，愿你重新呼召我，转来到你的听内面，甲焦点放在你的话语顶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